門禁管理唔應該只係開門咁簡單。訪客要等人開門，員工忘記帶卡，臨時人員又難控制權限，管理員唔喺現場時更加唔方便處理。呢部智能面容門禁機可以一次過解決日常出入口管理需要。固定人員可以用人臉識別快速開門，亦可以支援刷卡、密碼等傳統開門方式。訪客或者臨時人員可以使用一次性二維碼對準門禁機掃描即可開門。系統仲可以按唔同人員設定進入時間，例如只限指定日期、指定時段進入，適合清潔、維修、外判、臨時員工等使用。如果管理員唔喺現場，亦可以透過手機遠程開門，即時處理門口情況。所有人員資料、開門權限、進出記錄都可以喺平台集中管理。人臉開門、刷卡、密碼、二維碼、一次性通行、時間權限、手機遠程開門、平台記錄，一部機全部做到。適合辦公室、物業、會所、學校、倉庫、工地及後勤區域使用。智能面容門禁方案，令出入口管理更方便、更安全、更有效率。